这种呢，在明年只有2个阶段，150应该就是老啊，灵魂来的。这个强调不到来，起码我要再熬个1个钟头。带个朋友回去天时地利呢，发3把，实操蛋蛮大，但那人蛋蛮胖，吃起来蛮美个嘛哈。那蛋少，这蛋呢，快点吃一张脱个，我哪晓得搿能泡个啦哈。你看那个温肉呢，随分熬不来，这个肉片会能硬个来。想想嘛，现在去点面，专业团队来拍吃。哦，另外还不吃哦，零 C， 我来帮你配音。请得去拍吃面的，蛋蛮配个嘛。好了，小口一点，哎，不用看了，哎。你还去当童星子，真的是刮目相看着啊！哎呦，你太黑光啊！哎，你面看了我一个面嘞，来这边倒着吃，哎大，吃饱了没有啊？你还要吃吗？你跟我讲啊，你要客气讲啊！哎，你那泡内味那个啦，实力不生出来，现实里生出来啊！把你爱再过，吃下来再大个感觉就是闷肉邦邦啊！哎，鱼人到底是鱼人呐，今朝是礼拜6，岗浪向没啥人呐，狮子所以是卡到了发财啊，前胸贴后背。因为是昆山咬子到人家在围。哦，对，你先往后头带一点点，再方向盘打出去，还是围。哎，好的哇！哎呦，难适应那个生活，那么你去做的好位置。你有自己开，你现在回复也开了，你才是那样生活生变成功人的。你现在从2个人步变成功4个人步的教师，那个才是人类的进步。昆山转来第一桩事体就是去寻蓝姐妹。我帽子戴新口子啊！我家短发搞得我改呢，面脸神得不得了一样。别配衣裳哦，我是只驴娃子，再改到吧？我还多点了。哎，那差不多。一只叫冰丝面脸，今年行的。服帖。哎，个裤子上来再大，我感觉侪是滑灵动哎。我为啥不胖呢？叫我别住了，那是健身大人了。那要上多震撼，49块5角。那哈啊？我吃中午就送。哎，出来了，什么都涨。我吃了。中浪吃粽子啊！1年子啊？哎，我2大个粽子要吃几只了？你去做啊？哎，我得来得了啊！我到不我得咕噜咕噜接着啊！等吃粽子，一只干净啊个子，1公斤粽子。对呀，别都2块肉。1份高就1份好，你胃口也蛮嗨个嘛！你不吃一张电视，养去大不动馆，前边是也一堆。吃下来，老把人家粽子呢不在，太高了。哎，把人家个豆沙粽也蛮好吃呀。我都在网上吃嘛，因为你是新妇三家欢喜吃甜的，搿晓得？甜的应该是养嫩的是吧？酱子。我帮你讲养嫩最嗨了。不是个，你晓得来历高个，样子儿子到底冇太房子。哎，样子嫩么侪3元叔叔，晓得？来，碰上粉丝。蓝姐妹搭出来，路过全华县蓝湖市场、三江酒楼、欧四海、五龙温场、班级员、服务员、办案、餐桌工、教师员，不晓得一点人蹲辣门里向能够寻着少个人生希望。30年之前，风光商场单臂过后，我的头一份工作就是辣埃个地方寻着的。如果辰光可以倒流，我情愿变成公里到里向的1员。对于女人来讲，最值铜钿的就是青春；对于男人来讲，最低气的就是铜钿。用铜钿的地方，单子，买3只豆沙粽，